歡迎大家收睇 Alumni G 國際新聞系列。今日嘅主要新聞：賽計有女生榮獲28萬獎學金 ，ESF Summer Camps 早鳥優惠已經可以開始登記。包玉剛雙語實驗學校於9月開辦，香港國際學校榮獲2項教育界大獎。詳細內容：保良局賽計有學校嘅馮海晴同學 Clarissa， 佢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頒發咗28萬元獎學金，係今屆第2高金額嘅得主。想講下尤德爵士獎學金係根據乜嘢作為評分準則？其實尤德爵士1982到1986年期間為香港擔任香港總督，佢病逝之後就成立咗一個基金去推動香港嘅教育與研究事業。今屆其中一個得獎者 Clarissa 好鍾意生物化學，計劃去牛津大學讀生物化學、分子與細胞、綜合學士同碩士課程。講到將來，佢話想先多啲探索不同範疇，期望畢業後返香港。始終我都係土生土長香港人，服務香港人會更適合。揀牛津係因為認同佢哋小班教學模式，呢個節奏好啱佢自己，尤其係讀 IB 課程嘅時候，佢已經習慣咗自主學習。長遠嚟講，佢希望用所學回歸香港，喺將來亦都唔排除會返嚟香港做醫生。ESF Explore 2026全日夏令營而家正式開放報名啦，活動時間2026年6月29日至8月7日，主辦機構英基探新 ESF Explore 專登為5至11歲嘅小朋友設計，俾大家過一個充實又好玩嘅暑假。活動會分6週進行，地點覆蓋港島、半山、灣仔、九龍、何文田同新界、恆安多個校區。每日行程都平衡得好好，朝早9點到中午12點係學術同藝術課程，主題好多，有熱情探索者遠征、讀者劇場同寫作、西班牙藝術文化，仲有 STEM 科學探究。而下午1點到4點就做體育活動，鍛鍊基本運動技能同團隊合作。另外，針對12歲以上嘅同學 ，ESF 仲會推出夏季學院全日制計劃，埋手商業同職業課程。呢個夏令營唔止淨係收英基學生，非英基同學都歡迎參加。5月17日前報名，仲有9折早鳥優惠，大家快啲上官網登記啦！包玉剛教育基金會宣布，2026年9月會喺香港開一間全新嘅雙語學校，將佢喺上海做咗好多年嘅教育經驗搬去香港。呢間學校喺非牟利，一開始會喺九龍東個校區先運作，之後就會搬到位於玫瑰街重建好嘅新校址，入面有現代化設施，仲有綠化空間，環境舒服。佢專門為6至15歲嘅學生設計，主力係普通話同英語沉浸式嘅環境入面，培養出有自信、識2種文化嘅思考者。等學生完成香港嘅學業之後，可以揀去上海繼續讀高中寄宿課程，或者留喺香港去海外尋找其他升學途徑。最後一則，再一次恭喜晒香港國際學校 HKIS GBA School Awards 度一手包辦咗2項大獎。佢哋個市場營銷實習計劃贏咗由行業專家評審團頒發嘅創新市場營銷獎。至於其服務學習計劃喺公眾投票環節中脫穎而出，攞咗公眾選擇獎。呢2個獎實打實認證咗 HKIS 喺教育創新同學生實踐方面嘅超強實力。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Subscribe Alumni G， 加入我哋國際新聞資訊圈，每週更新升學動態。下次見。